今仔日带来的歌曲，伊要带来的歌曲是一个台语歌曲《樱花乱》。樱花乱。哦，樱花乱哦。来做回来欣赏哈，谢谢，谢谢。樱花恋，现场的来宾大家好。花开花谢，一年一年，你是放袂记，也是变心。如今樱花较水，嘛无意义。
听哦。啊，我袂记你炸2丛啊，迄个樱花树来，边啊咧好应景一个猜一个啊咧。哦，这首歌好久没听到了嘞。哎以前的呀，哎，主持人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嘿啊。下个月还是要唱他们的歌，另外一首。哦，另外一首什么？嘛是跟银辉有关系嘛感？情未变卦哈。哎，真的哦，他们有出过这一首歌哦。去找出来，去找出来。系啊，啊，你头拄靠背是念啥？因为已经想去啊。哎，你叫迄声哦，那个也给我回啊。哦，烟灰已经下去啊。啊，他是为什么？林哥回到那个初恋的地方。没有，都想说这些老歌哈，把它挖出来唱。对啦，真的，回味一下，怀念一个。哎，不小心又去找到另外一首。是。然后下个月要唱。安尼好。不错。啊，你刚刚我们今日龙哥表现了安怎？还可以的。还可以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今天是那个？今天新的主持人第一次见面。哎，是。在那个是 Mighty，又去，哎，又去，又去。龙哥，你有感觉目睭愈来愈好无？我即摆拢带又去。你拢愈带愈侪又去的。系啊，连刚刚要带18回。阿嘛愈苗条呢。哦，当然啦，一定要保持啊，无真正看少年囡仔拼过，你知无？啊，来了，也是 Mighty。现场来宾都是认识的朋友。嘿啦，好开心，很开心哈。是。啊，谢谢大家。没啦，谢谢我们111的也是 Mighty。这卡号111。哦，卡号111。这个206。哦，哎，拢就在，拢就在，开播就来了。哦，开播第一场就来了。对呀，开播第一场就来了。哇，厉害！对呀，也谢谢姐姐跟我们的龙哥，就像好像回娘家一样。对呀。哇，真正。啊，也谢谢你带来的礼物啦。好，谢谢。非常开心见到2位，谢谢。刚霞，谢谢我们的 Yes Mighty 还有龙哥哈。哎，大家来拢海炸弹咯，安尼。